讲台南市有一个高阶这个姓曾的警官涉嫌恐吓取财，佮介入无正当男女的交往关系，伫看年暝伫生顶，互人开9千来围捕。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对伊本身提拔的警官无注意到交朋友状况，造成警局的风波，真痛心。对咧将这个警官记入咧大过，马家市长以及警政署长自请处分。 像若是叶仔为警察局行出来，就是台南市警局姓曾的警官，伊涉嫌恐吓取财，佮偷车，互把家栽培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真切心。针对男女不正常交往，本局维持记一大过。那针对拒捕以及恐吓取财的违法部分，因为之前他是主管职务，应该有更高道德的标准要求。 警察局决定予以停职。在苗栗服务的时候认识的，所以认识多久？大概有2年多，所以应该算是婚外情。不排除。彭永玲先前家己无去了解伊交朋友的情形，互警察界闹见笑呆，所以绝对袂闪避家己责任。讲这些都于事无补的啦。 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一位姓曾的警官，看年暝为台南走到新竹尖石山一间度假村，涉嫌恐吓取财，若要互警察掠，佮弄警察车，红连开9枪，才怪敢若鱼仔。对外界传闻，姓曾的警官伫咧红掠的时阵，有向新竹县警察局长喊救命，局长杨铁昌讲无影。 没有，我们反正是依法办理啊。警政署嘛讲，一定全力配合检察官的调查，绝对会严格查办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